爬起来的奇迈2.0的奇迈有机会再一次的竞选，争取高雄人的支持，把高雄的光荣找回来，把失落的市政补起来，找回这个过去我们作为一个高雄人的一个骄傲，这个都是市长的工作，所以我会马上上工，马上解决问题。没有，因为最近都是在跑拖，天气非常热所以可能是有一点脱水了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要找水喝嘴巴比较干燥一点，所以刚刚下来又灌了2瓶500cc 的矿泉水，因为口渴。我们总统其实对高雄也非常的关心对选举也非常关心，所以好像有社群之夜会邀请总统下来，不过时间是交给我们那个泰祥他会比我清楚，但是会请总统在社群之夜的时候能够一起下来跟这个加油打气。我想绿色执政品质保证蔡总统今天也认为说民进党应该要守住民进党执政的价值那对高雄而言不仅说是在整个城市转型在过去的2年时间这有太多的这些纷扰，那我们都希望说能够让市政重开机，能够加快的来解决民众关心的议题同时也能够找回这个过去我们作为一个高雄人的一个骄傲，这个都是市长的工作，所以我会马上上工，马上解决问题，马上拼经济，克服了各种的难关。当前高雄的许多的建设规划、产业蓝图，都是奇迈念之在之一手规划主导的。中央执政的历练给予奇迈更成熟的经验跟更宽广的视野，让他从奇迈1.0变成奇迈2.0。就像他说过的，没有一个一流的选手永远都拿第1名，最重要的是跌倒了能够立刻再爬起来。现在爬起来的奇迈2.0的奇迈有机会再一次的竞选，争取高雄人的支持。各位同志，我们一定要全力帮奇迈选赢、选好，安尼好啊不好？2年拼4年，把高雄的光荣找回来，把失落的市政补起来。大家准备好啊没？好，准备好了没有？